岂有此理！堂堂七尺男儿，怎么会向一介妇人低头，还给他洗脚？烫吗？不烫，不烫。紧吗，韩少君？正好啊。正好啊。啊。好。你去给我倒杯茶来。好，好。少君，请。怎么这么烫啊？烫吗？对不起。陈芊芊，你是不是以为我拿你没办法？怎么会呢？少君这么厉害，攻占了花园城，软禁了母亲，每天还拿小白瓶来吓唬我。我这条小命可是结结实实的攥在少君的手里呢。陈芊芊，你知道就好。你就算是死，也得死在我手里。你休想踏出岳离府一步。去，把我的衣服熨烫好了，有一点褶皱，你今晚就别想睡了。男人让女人做家务活这件事，真是从古至今从未变过。胃子好痛！